有一天，小白兔肚子饿了，它想吃萝卜，它就去抢着你的萝卜，找不到，然后它去泥土里挖呀挖呀挖，找不到萝卜。有一只小鸟告诉小白兔，它园里有一个大萝卜。小白兔就去它园里，它看到一个大萝卜。小白兔想拔萝卜，可是拔不出来。有一只小叔叔问小白兔需要妈妈吗？小白兔说好啊。小叔叔和小白兔一起拔萝卜，拔出来的小白兔和叔叔把萝卜分成一半，他们都很开心，哈哈哈。